相信自己，没问题。他腿力十足，曾经呢从当时是孝感啊，跑了42公里195米，一个马拉松距离，从郊外跑回到市区，所以对他来讲呢，这统统狡猾都不算任何问题，这是考验脚力的小小关卡。虽然听着真的很厉害，但是我觉得确实没有必要。但是也不影响他今天可能在向前冲的舞台上，他可以展现出来他的脚力。今天这个孝寿鬼才4兄弟啊，只剩下这个骚拳超人了，和他背后的灵魂。对，一提这背后的灵魂，还给说你不是一个人在闯关，对他不是一个人，站起来继续战斗。哦，他马上爬过去了。此时此刻，他继承了所有勇士的优良作风和传统，一个翻滚上去了，非常好。哇，马上做一个胜利的手势。接下来他将来到晕头转向。好，骚拳超人现在来到晕头转向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咱们那个骚拳超人他是自带了一些 buff 在身上的。他作为一个搞笑视频的天选之子，所以我建议他还是要小心谨慎，一不小心可能会被自己的好兄弟剪进搞笑视频里。小心头顶。骚拳超人呢，终于是吸取了前面队友的这个教训，同时呢，自己刚才是巧妙在坦克手刃上低头，并且一个前扑来到了一剑入魂。我们永远不死，不死！你死都死了你的。接下来迎接他的是众多勇士杀手，人生一串。人生一串的话，我的建议就是千万要顺着人生一串的起伏的那个节奏来。在他面前，这哪里是什么蛋糕？这分明是队友萌新甜甜就在眼前，和他一起共同来个甜蜜的拥抱。哇，哎呦！好，稳住。接下来又来到了萌新杀手。来征服他！哦哇！意外翻车！对你这么开心干什么？好，他的朋友们非常的为他高兴。此情此景，我只想吟诗一首。今日勇士台下聚，4人同饮池中水。来日方长显身手啊，显身手。